这一次的展览啊，其实很多样，不是只有生活陶，那我们会把一些我的生活的相关的一些背景，把它融入到我的创作里面。像这一组是这一次茶具组最特殊的哦。那我就是说，希望就是这五宝镜里，五宝就是咱当期文化咧用，拢会用到的。不管是调研还是要办理代志的时阵，拢会用到五宝来处理代志。哦，啊，这个部分就是刺球，刺球的形体拄好是咱的地鼓，哦，运用伫咧地鼓，伊练练啊，咱就是用镶嵌的技工艺跟创新工艺，还有这个生活工艺里面，我非常的重视。然后那个郭建佑老师，我们县府这几年在一直积极培植的一个工艺师。然后我们这次邀请那个郭建佑老师来，然后老师他不仅仅是在于这个学术，还有在这个他是读南洋技术学院，然后再来就是民科大的这个我们的创意设计系，慢慢的去揣摩，跟着这个谢学生还有这个袁龙老师，然后学习这个陶艺。然后这几年他创作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活工艺，然后最主要是希望说可以让国人更多的使用这个生活工艺。赞不赞？赞！这个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会晃动的，代表这个已经被振兴起来，这个文化已经被振兴起来。然后青桃栽就是这种武馆特有的石头，它不像广东狮，它就是台湾狮。那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它倒过来是一个茶杯，它倒过来是一个茶杯。然后因为有3个点构成一个面，3足鼎立的情况，所以这个杯子很稳，它不会晃。